美國國務卿克里同中東各方嘅官員就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之間越演越烈嘅衝突舉行咗一系列會談。佢哋喺總結呢次會談時話，各方希望喺非常艱難嘅時期翻過呢一頁。克里國務卿星期六話，以色列同約旦雙方就採取部分具體步驟去緩和暴力衝突達成一致意見，包括視頻監控耶路撒冷最為神聖嘅地方，當地被猶太人稱為聖殿山，而穆斯林又稱為謝里夫聖地。克里話咁樣能夠提供全面嘅透明度，能夠真正起到阻止外界破壞呢處聖地嘅神聖作用。克里係喺同約旦外相納賽爾朱達喺安曼一齊出席記者會嘅時候發表上述講話。佢隨後前往利雅得同沙特阿拉伯官員舉行會談。